到地方上面，可以站在下面去，像在浮观礁一样，可以很近前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礁很小，但是你们这么小都能够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且带我们去敬拜上帝，不是来教育，而是来敬拜上帝。我们这个李老师当初要来指挥我们唱圣歌队的时候，也把我们整得很惨哦，收获很大。我们试过的人来前面一起祷告。来看一下诸位我们今天上的亲爱的天父，在这线上感谢，今天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在这里依存同敬拜，在你的面前
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就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要来请敬拜团带咱来学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开心再一次在神的殿中，我们要一同用诗歌欢呼歌唱。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可以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诗歌来歌颂我们的上帝。我们用第一首诗歌《属天的喜乐》，我们所领受的是属天的喜乐，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救恩的喜乐。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海，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进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我们再从头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属天的喜乐今天要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海，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现在降临，充满我心。我们将最大的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天父奇妙的大爱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力量，是荣耀的盼望。他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常与我们同在，平静我们心中极大的风浪。因为神是这样子应许的，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靠着他的得胜，我们的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为我们的生命永远的力量，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已经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黑暗的权势。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他。世上的
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感谢耶稣，他是无罪的羔羊，却为了我们走上十字架。我们请依然站立。这是咱要来个别信仰，咱这是要用使徒圣经来纪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时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这是学老，咱要请圣乐团，因第一首要带来《请来主耶稣》，第二首是《奔跑天路》。
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堪得一切恶乐甲荣耀的主。今仔日，阮自执伫你施恩的宝座前，抱着敬畏甲感恩的心，献上恶乐甲敬拜。阮深知这物毋是你所爱，你所爱是阮有忧伤痛悔的心。阮所献的诗歌、祈祷、心意，会当成做芳芳的祭，愿你接纳。今仔日，阮也为着台北圣乐团的侍奉，来向你感谢。你呼召因，并使用因，互因以音乐侍奉成做福音的器皿，带领会众同心敬拜你，学罗你。求主你继续坚固因所做一切，互因每一处的献诗，每一首的乐中、乐曲中，拢充满你荣耀甲恩典。伫这个礼拜中，这时刻，阮也要为着台湾同胞伫风灾所受的一切苦难，为主你祈求。愿你即届伫光复乡所拄着迄种的天灾地变。愿你献上，愿阮献上，阮所有的祈祷。阮知主你是安慰的神，只有你会当安慰阮是肉体甲心灵受苦的神。愿你也扶持软弱的主，求你医治受难的地，安慰因失落的家庭，坚固救灾甲重建过程所拄着每一个双手。主啊，你互这个光复乡阮的同胞恢复生活中，会当经历你丰盛、稳定甲安慰。阮的心也要伫不论是顺境，也是逆境中间，拢要倚靠你。阮所献的诗，互阮的心甲喙也会当合一伫这个敬拜内面。愿你赐福，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来看一段圣经，记载是歌罗西书第3章第16节。第16节安尼记载，着互基督的道理，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时三苦劝，对恩典伫心内底吟来阿罗上帝。以上，这是咱要来请蔡长老甲咱证道，伊今仔要题目是献上上赞。各位在平安。我看你咧讲的拢平安吼，敢若食饱未安尼吼。小龙，每一句平安就是替家己的祝福，替别人的祝福。像你对隔壁，隔壁讲平安，感谢主。我看伫你来时阵，我心中非常欢喜。可能有人2018年有去到七岛，迄讲苏长老伫遐特别带讲爱来七岛教会。听到恁咧唱歌的时阵，我就咧感觉讲，搁再强调一遍，你毋是来表演，你是要带阮三甲敬拜上帝。我感觉圣神伫遮充满，我感觉圣神充满伫咱的会中，在我们的会中，圣灵用他的双手抚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拢得到帮助。那么献上我们的颂赞。那么，俄罗斯说：“我的香膏水，而是我们将有训练最美好的声音，成为熏香之祭，加这胖胖的祭献给上帝。这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刚开始听到，在差不多半年前，超半年前，就讲台北圣乐团要来，伫这个中间，咱也有伫中山教会有伫遐来做迄个音乐的研讨，李老师嘛有来。”我头都有讲过吼，李老师来去编了，我们有一些震撼教育。
最起码那个共鸣点，让我们知道说怎么去寻找他们自己本身的共鸣点，让我们整个诗班成为一体，来敬拜上帝。当然，诠释的工作是指挥的工作，让这首歌更让神能够得到荣耀。接着我们预节的经节要跟各位分享，哥罗多西书3章16节。刚才我们念过台语的嘛，哈，我们4位念过台语，我们用国语的。用中文，用华语，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最重要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所为的都是什么？歌颂上帝。那么这俄罗上帝，咱今日所有伫遮的聚会，一切拢无意义，是形式化的。啊，都有甲上帝，我上帝啊，我有来签到啊，我有来做礼拜啊，安尼我有安尼签到1遍、2遍、3遍，我看签到几遍，安尼我就当进入天国，我会得救。我们来的每一次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是来亲近上帝。今天招待的人跟我说，你们有人7点半就过来了，好美哦。7点半，我们好像说8点40才开始练习嘛。7点半来表示你那个心是热烈的，但是我们很抱歉，我们8点才来开门，所以我觉得对，应该是姐妹了哈。我觉得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抱歉。但相对的，我们的教会本来也是鼓励他们9点半就要来准备心。我们礼拜前的10分钟不能做任何的讲话，只有默祷，让圣灵充满在你的心。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咱上重要是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存在咱的心嘛。那么荣耀上帝，所有规本的圣经，我捌一遍甲人拄仔咧讨论的时阵，咱较听你讲第几遍牧师啊，一定嘛强调。约翰福音3章16节，安那甲人讲，上帝疼世间人，神爱世人，那种爱是阿嘎贝的爱，无比的爱。我们用圣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美好的歌唱是双倍的祷告。天主教里面有一个格言，说歌唱之律是信仰之律，双倍之律。也就是说，你的信仰里面要借着歌声，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其实它融为一体的献给上帝。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用歌颂上帝，我们最主要是对象是谁？是上帝。对象不是说啊，今天谁来带得很好听哦，李老师指挥都非常好，感谢主，不能否认他们非常好。可更重要是什么？荣耀上帝，歌颂上帝。所以什么叫信被恩感呢？我们要发自内心呐、所有的东西都发自内心呐、当初撒母耳去撒母耳去咧甲抹膏油迄个大笔的时阵，撒母耳在抹膏油的时候，找了这些兄弟来，人高马壮，非常的英俊。撒母耳看到半天说：“这些都不是哎，没有人了吗？还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在牧羊，那你把他叫过来，啊，就是他了。”上帝不像人看人，上帝看什么？看内心。所以今天你们唱歌出来，我们感觉到你们从内心所唱歌出来，不是表现你们多会唱，而是表现你们每一个人用你们的心，用你的心在阿罗上帝。要带会友三甲来阿罗上帝，上重要是让上帝得到荣光，讲落去，大家咱家己感觉欢喜。真水的讲书，所以我们什么心被恩感，发自内心呐、歌颂上帝要发自内心歌颂啊，歌颂上帝比轻轻猜猜哈，好像应付一下。刚才去流行歌曲，现在最红的是没出息，大家都看过抖音那个没出息，好，平常讲配得很好啊，可能那种大概流行个1、2年就不见了。我们人的阶段都很快，可是我们为什么经典的圣乐？那些可能17世纪、18世纪，可能更早之前就流传下来，可能更早之前大概都格尔诗歌比较多哈，流传下来的经典的圣乐，让我们在歌颂的时候会感受到整个的历史嫦娥在平行时空里面，咱三甲做伙敬拜上帝，
是足水枪代志的。你会想讲，你只毋是伫遮唱一首歌尔，你会想讲，你所唱的歌是出对伫内心，真正要阿罗上帝。我问你们，喜欢大卫吗？喜欢吗？喜欢大卫吗？无啥答吼。喜欢大卫吗？大卫诗篇150篇里面有他名字有73篇，其中3篇估计起来应该也是他做的。你4篇一半以上是大卫做的，但是大卫吼有做5首的忏悔诗，那16首所做拢是悔改诗。你拢爱大卫嘛吼？我先念白居的一首诗互恁听，这是古文吼，所以讲用台语读。春人郁郁花青池，温泉水滑洗灵芝。素日夫妻求无力，素是心情稳即时呀。就忽然战乱，谭健中从此不早朝。你们在座有没有人去偷看人家洗澡？有没有？可是有一个人有、哦，有一个人吃饱饭哈，他们那个中东人习惯，因为太阳很大，所以就习惯睡到4、5点。等他睡起来，就在阳台上走。奇怪的，我一直搞，我一直在理解当时的环境，所以叶基安长老去那边，我也特别问他们的房子到底构造怎么样了？怎么在皇宫走会看到隔壁的人在洗澡？而且他们洗澡好像都不关，应该是没有窗户了哈，可以看到人家偷看人家洗澡，所以他在那边走起来，一看看，哦，有个美女在洗澡。还好我们家洗澡绝对看不到我太太洗澡。一看，走走，这么美丽的女孩子啊，然后去打听，哦，原来她叫做拔士巴碧喜巴，啊，她先生啊，是我30个精卫队，得讲上强的军队中间，乌利亚是他的先生。来，团长，你把他派到最前线去，上前线回去台游戏，啊，就顺理成章就把他把士巴碧喜巴带进来。你们喜欢大卫吗？你们喜欢大卫吗？你看，其实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善恶果之后，魔鬼进入我们的心。人的好处是非分别善恶，知识非常的高，眼睛明亮，跟上帝一样。可是呢，人的血气、情欲，规本圣经内面你也看到启示录，拢是大淫妇。人的情欲控制不了啊，所以我们一直要悔改，做错事情。所以大卫的5首忏悔诗、66首的悔改的诗，都在表明他真的错了。所以，尤其在第51首当时拿单来见他，他跟别喜巴同事以后，他做这首忏悔诗。如果各位有空去看51首，你就会发现到他那个心是痛的。但是我喜欢大卫，你们不太敢讲话。第一次你们讲很大声，第二次你们都不太应，因为他真的是为主。你看他约柜迎来的时候，他跳得让那个米甲在上面看不起，他说：“哦，这滚龙跳啊呢。”可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是他，而且觉得说，既然要奉献，那我们就用最好的，所以他组成职业诗班哦。你们不是职业诗班啊，你没领到钱嘿，但是你们是专业的诗班。他只是职业诗班哦，266个，哇，有特别做诗唱歌的。是亚萨和他的子孙，亚萨家的子孙专门唱歌，还有专门人咧弹琴的，是耶杜顿和他的孙子，加拜当吼亚杜顿，家耶孙啊，嘛有人专门咧，你得犹太到现在还有吹角节，那个要技术呢，可以吹得很好，所以他们专门有吹角的，希望跟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大卫的手上建立一个266个人的专业诗班来敬奉上帝。大卫知影讲，要敬畏上帝，不是清清彩彩，什么人爱唱歌就起来就是唱歌。会唱歌无代表会晓唱歌哦，听清楚。会唱歌不代表真正会唱歌敬拜上帝。
好声歌声足水的，足够唱歌的，没有生命啊！足够唱歌的，迄像咧游览车顶，你会记哩吼？你来坐游览车3、4点钟吼，你就去撞到迄个卡拉 OK 台湾的特点，一人欢喜，众人痛苦。3、4点钟，迄个人莫讲举着吼，绝对放啊五音不全，啊你得来3、4点钟伫遐，然后佫耳孔佫饲袂掉。唱歌是真正出自心咧敬拜上帝啊，所以代表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你想想，上帝是安怎遮对代表遮尔好，啊透过人洗身躯，啊佫对伊好。大卫知道错了，而且是真心的忏悔。更重要的是什么？真心的忏悔，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的时候，你看大卫第一件做的事情，我要盖圣殿，我要盖非常漂亮的圣殿给上帝。就像5月8号一到案，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建礼拜堂。我去七堵教会，在民国100年，那时候我在基隆服务，第一件事情就把旁边的房子推倒，建礼拜堂。8年以后才建完，我一直这个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觉得对他们非常的不好意思。讲桥倒就桥倒呢，啊，拢无人知讲警队队来开始咧去礼拜堂，啊哪去哪无款，哪去哪无款，毋得去足久的。但相对的是什么？大卫就是要建礼拜堂，他然后说你要先去，你要先盖王宫，你要先去王宫啦。他说别使，要先盖礼拜堂。上帝说就多马腿，我礼拜的材料你准备就好，你没资格盖礼拜堂。你先盖你的王宫，你的儿子才有资格盖礼拜堂。恁囝到位的资格，所以吼献堂建堂是一个足水的代志呢。听讲某情教为着献堂，到即阵还搁安尼钱无咧，全无要去啊！嚯，一大笔几个，超过几个。大洋教会，我一边去讲道的时阵，迄个长老甲我讲吼，他长你敢知阮教会欠偌济钱？阮欠偌济？欠4亿。啊，欠4亿，甲起就甲起啊，起就欠4亿，倒倒来用啊。上帝的殿，他不在乎私意，他在乎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心？所以代表是真真正正用心的学罗上帝，毋那学罗尔，而且训练专门的歌手、琴手。本格的人专门来学罗上帝，这真水的一样事。虽然他到唱第一首诗，是咱所看到是那个凯鲁宾尼伊所做的这首诗。凯鲁宾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伫法国出名的。伊这世人写过贝特、弥赛，贝特包括马斯啦，包括克利亚，所以相对的。伊写过贝特跟两首的安魂曲，去各伊做的诗，你来看。虽然简单，这句诗你会感觉啊，足简单的歌词，对起魔术反正足简单的歌词，总是相对你咧唱的时阵，看用古典音乐迄个层次，用这个曲加这个歌词，你去唱的时候带入到上帝面前。咱知影讲，咱今仔日来遮礼拜，是用耶稣做主，是不是救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可是就是这么简单，请来主耶稣。唱完了，请来主耶稣。啊，耶稣都唔来，看无。请来主耶稣，真的圣灵进入我的心。你看到启示录3章20节讲说，耶稣在门外叩门，门肯定来对，你要开门，耶稣才进得来。不是耶稣叩门，耶稣带你来啦，家己来啦，随便人，你要坐对都没要紧。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恭请耶稣进来，充满着我们的心。而且我特别讲到一个人，戴基威牧师。1972年，民国61年，民国61年，1972年，我伫隔壁华商学院，即摆无啊吼，即摆改起来。华商学院，我伫遐带伊个学生。迄阵拄啊新生合唱比赛，得着大专杯，拄啊第1名。啊，拄啊机会咧艰苦，我临时摕去机会，阮就第1名。所以我教会学姐带我去马甲教会练唱弥赛亚。我想讲啊，我应该谱加曲应该加迄阵啊，佫有对汪精卫加蔡胜坚老师咧学咧吼，应该加减啊看有。8点开始练歌，我7点半就到。大部分人拢7点半就到。
啊，有个人家住遮咧手鼓，有个人住咧讲话。我隔壁问来了，昨讲家人教会一个秘书。我听伊咧讲话，就感觉讲，哦，这秘书应该足水，迄写咧，我唔叫啊，足纯、足顺的、足水的。然后较定一个散散的，看到一个散散的人安尼徛起来，伊甲讲，迄是地牧师啦，咧指挥的。50当前吼，我咧看出一半以上的人也未出世咧吼。50几当前，1972年，地牧师徛起了，咧讲话全规拢点面哦。我特别震撼着，阮伫迄个新生合唱团吼，好，我特别练歌吼，记架叫，安静，安静，安静，一直骂一波咯，我大家点。啊，甲唱着唱四波都咁种搞，阮去比赛是台湾小满天甲年来啊。啊，但是相对的，对说点拢无讲话啊，无啊，等下笑笑啊，煞爬起哩。哎呦，这山上这个哦，迄地牧师哦，迄叫做地基明牧师去哩，开始点支持啦。第一首歌来 ，Glory to the Lord， 荣耀一切归于上帝。第二首就是那个四部吼，还不是咱今日唱的四部呢？那是每一个主调，从收到贝斯，每一个都有主调的，这种有主调、副调的，整个的，很像卡洛斯的轮唱。讲真诶，我感觉我看有谱吼，我迄日对头到尾，喙连开都开袂出去，干那拄啊足目睭干真迄个弥赛亚迄个谱，对头到尾，我跳遮紧啦，一直跳，迄个谱拢看无安尼，咱干那一直注意讲咱袂唱到底啊，自头到尾，坐的一连3首，我无一首唱诶。然后去谱体对了，但迄个心很激动，很激动，弥赛亚。24日所做，遮尔水，对有诶耶稣出世，耶稣出世所做每一首3部分，拢遮尔水，我搁甲算来讲啊52首，安尼好啊！我一礼拜上无把一首练到熟，安尼多一冬我都拢练了，无啦，无当你练一冬啦，3个月内底你拢爱唱了，当然是无全部啦吼，有经几首唱。好，迄阵我差不多若上课，点悬咧上闽话下骹咧。藏一本弥赛亚，迄本较大本吼，爱藏2本册早咧安尼，专门咧看迄个谱尔。隔壁即个家人教会，我去家人去找，迄个人都无伫咧啊。家人教会，秘书偌水咧，坐伫我边仔吼，咱才袂讲啦，拢免看谱，干那听伊唱吼，都飞起来啊。够水的水啊，达波啊，而且毋是伊突出哦，没有突出哦，包容。徛大家做唱迄4部吼，若对我看起。伫我听起来是，阮的合唱团搁练100冬都无可能唱遐水啦，少年遐水的，每一首总是有当唱到一半时，我第几牧师就手就放落来，放后头，到后头就一直唱一直唱，唱了毋对去。那种是第一次是震撼，那种震撼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么美的声音？怎么这么美的歌？怎么这么能够带领上帝？整个礼拜心里都是充满着期待。下个礼拜赶快去练唱，因为下个礼拜练唱最起码第一首谱已经背熟了，歌词也差不多背得差不多。然后这个兄弟跟我讲，旁边这个基隆教会的跟我讲，你免遐心急吼，谱先甲看好足顺的，啊字吼把它念清楚，以后你慢慢会体会到伊的意思。啊！你谱都唱袂熟啊！刚拄我讲，我咧学了上帝，啊对人都合咧合咧。第2、第3摆9月到12月，我伫中山堂，当时都在中山堂弥赛亚。因为第几年牧师29岁代替人指挥，听讲拢总指挥22遍。我算下来第几遍，我到第1到第4参加4遍。到12月弥赛亚演唱完之后吼，我发觉大家有点虚脱，但是那种。唱完之后那种兴奋感，那种好像跟上帝完全连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歌颂上帝，尤其唱哈利路亚靠老师的时候，全部站起来，哦，你们唱的最美的是到最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停下来，全场寂静，在最后的哈利路亚，那种感受哦，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各位的我的声音已经不行啊，我以前可以唱高8度，2.0，我现在只有唱3度，超过3度我连声都唱不了了，声音都全部都哑掉。那如果你们唱弥撒去弹，我在那边才发觉到说，真的为上帝侍奉那些人，随便弹一个音啊，四部就出来了。弥撒每个都会背歌词，连歌词郑牧师都说。音怪怪不对哦，来，哪个老师请你起来念一次给大家听。啊，大家教都一个附送，不对，再一次，个念，念，迄手啊，较侪谱，大家他有咧听歌词，歌词应该无人听。他每个歌词都很注重，每个歌词都要对，每个字咬字都要对，连那个 S 出来，那个 S 也要出来。整首这样连续陪伴我4年，所以这不是12年前。蒙主恩召，他做了经典圣诗，收集了欧美这些非常有名的，而且非常感人的经典圣诗600多首。之后我看你们出版的第8集嘛，我们这边已经有，我们这边你们每集我们都听说是送，你们说不卖嘛，送的，我们圣歌队经常唱，然后我唱3度了哈，所以我能够唱的音跟着唱，其他我就没办法唱。是不是郑锦荣牧师都收集在里面？应该是有了，因为我看今天你们的台语翻译都是郑牧师做台语翻译。我今天所讲的献诗，不是职业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句话叫做 pro， 是 pro 的，是专业的，所有的音就看指挥，长、短、发声。因为不是我多会唱歌，而是我要将我的歌声融入到这个团，在诗班里面我们一起献给上帝。所以圣夜为什么是荣耀上帝呢？你们最后一首歌就是荣耀上帝嘛。我们圣诞节快到，1个月以后圣诞节到了，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圣诞节报下来你们应该讲什么事情。圣夜核心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嘛。可你荣耀上帝不是口号。而是你的心唱出来，你就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可是上帝不对啊！圣诞节是耶稣出生为我们受死圣诞节应该是苦难节吧，不是圣诞节。圣诞就圣诞节啊，很快乐啊。因为我们上帝实在不忍心我们非常的爱我们，所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甚至将耶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们主要上帝是表达我们的信仰跟情感呐。这个表达信仰情感不是照你个人喜欢的，我今天觉得这首歌好漂亮啊，我唱大声一点，而是我们用和谐的声音，让我们所唱的每一首歌跟上帝交流，跟上帝讲话，就像你跟你的阿爸讲话，然后你的阿爸跟你在对话，那种对话，那种谢谢神啊，说一切的荣耀都是上帝，这才是美呀！我们是信仰表达出了情感，那个不是泛滥之情呢，那不是没出息呢，那是有出息的，全部荣耀上帝。那么我们连接圣徒跟上帝。我们为什么要唱圣诗呢？郑锦荣牧师从300多首，他当云内委员会主委的时候，300多首改成500多首，就是我们1964我们的旧圣诗。说真的哦，我在信仰委员会总会很久，其实我一直觉得旧圣诗很美呢。你们现在圣礼典的手册经文本是我去台湾公报社做的。秀文因开始咧用新圣诗秀文因用的，尤其启蒙哦，到阵足实的。启蒙到真，每一个教会用了，拢敲电话来甲我讲，伊实在受不了，所以讲拢换古圣诗的启蒙。所以相对的，圣诗不是讲我唱迄个恁拢听无的，我足够唱的。圣诗要让会有共鸣，一次再一次，可能你不熟，一次再一次，大家都有共鸣之后，我们一起来荣耀上帝，这是有非常交流的目的。而且圣诗很重要是什么？声乐很重要是什么？传达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做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伟大，是差遣他的独生子降生于世间。主要说基督教咱参到做伙，上重要的就是，你睇到第一首有在讲云彩见证嘛？有没有脱去
这些有罪的残累，做什么？愿天上的敬拜啊！我不知道天上的敬拜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所训练出来的，那在天堂敬拜的预言呢。有一天你到上帝的面前，他说：“哎呦，你参加台北圣乐团，来，你在那边，那边刚好他们在练唱，这首我会了，啊，太棒了！预演天堂的敬拜。所以相对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像出埃及记，他们过红海，有没有？哇，被追兵啊！过了红海之后，对他们来讲，哇，上帝好伟大，所以他们立刻说：有啊，是我的力量啊，是我的拯救啊！过红海当然是耶和华的拯救，那是不得了的奇迹耶。后面追兵，结果他们过红海，整个海又下来，他们救了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出埃及到旷野的地方。所以他们一直歌颂上帝，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遵从他。整个唱歌本来就，所以你们第4首最后一首就是我们报佳音的时候特别会用到的，是吗？荣耀归至高主上帝。等一下我们讲到完之后，他们会再接着唱最后一首。也就是说，整首曲子你们用最后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歌声都是荣耀上帝。这首是路加福音2章第2章14节嘛，路加福音2章14节，大家都会背啊。报佳音的时候都讲啊，在至高处天上归于真神。地上平安，地上和平归他所许愿的人；地极权的为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那你报佳，唔是讲啊，我去遐报佳，梦中倒糖仔饼，我若去考场老娘伊遐报佳，拢还阁有物件通食咧吼。可是更重要是什么？你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的。至高处归于真神，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佩尔格莱西他所做的诗，一出早会都可以一门行业呢。伊这4项做的歌拢是足深沉、足水的歌曲的。伊上水的时阵，总是伊26岁就会结合归心呢。26岁呢，你这内面有26岁？应该无嘛吼？我是21岁去救弥赛亚，26岁。归心总是伊做的歌上水，什么圣母调歌。伊做歌拢足水，所以你咧唱的时阵，你甲咧唱阳光归伫上帝的时阵，迄毋是甲遐歌词尔。只有面你唱遐歌词，只有面你看这古典乐，它所交响出来的，你会发觉到那是非常美丽的，因为它告诉我们，荣光归至高上主，最至高的上帝，阳光归至高的上帝。所以一切阳光拢归至高上帝，追求和平。其实和平应该讲。所有的很多的翻译都翻译成平安，平安比和平的 shalom 更广泛。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后圣乐让我们什么邻里相通啊！今天不是不是你们在表演，今天是你们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你们当然扮的角色也很重要哈。你们不要以为说我的贝斯最漂亮，所以我特别这个贝斯要唱大声一点，让你听得到我，才知道是我唱的。如果合唱团有一个人下来说：“刚才唱的圣诗，你们有听到我的声音？”如果他讲有的话哦，你就做到鬼。合唱团不可能听到任何个别的声音，除了你 solo 啦 ，discan 哈，那是另外。但相对的是在我们邻里沟通啊，我们想想看，我们一起跨越历史的长河。可能你唱的这首诗，在10年前，在20年前，在30年前，在马丁路德改革的时代就做了。因在信徒唱的歌，给你做伙唱，你不发现那是一个共鸣吗？地上1000年，天上1日啊！你第就1生日，提到1日啦，有可能你真唱的歌，讲全世界来讲啊，你真唱的歌，有可能别个教会今晚咧唱。咱信徒三甲做伙唱，这是真水的代志。三甲做伙唱，我来学罗上帝，这是偌水的代志。信徒，你的生命，在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将你的生命完全的摆上，让主你们一同感受这种心灵之旅啊？恁唱的歌，你们唱的每首歌，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受到感动？有没有受到震撼？而不是听一听哦，唱得不错，唱得不错。我不希望你们听到唱得不错，我希望你们听到你们的唱歌真的是打到我的心，
让我来敬拜上帝，让一切的荣光归于上帝。唱不错是基本的，你们要献诗就应该有最好的，但是更重要是什么？有没有内心打动到你的心？让我们一起来一个信仰之旅，一个信仰之旅。那么我们有送葬为熏香之祭。各位想想看，你们今天唱的歌，就像那个熏香哦，香哦，请到地顶，然后各世界你看专地球哦，让我来请你的烟啊，那一请起来啊，请到地顶宝座前，全部到大卫的宝座前，说好美啊！你看你们唱的歌就是这样，这声音缭绕啊，一直上去。我们一起将这个最美的祭品献给上帝呀、所以当时古代的献祭为什么要无瑕疵的无瑕属为无杠？为什么？上帝要的是你的心呢？上帝不是挑剔呀、不是古摸啊。上帝因为要的是最好的，所以他要无瑕疵。没有瑕的东西，你们的歌声是将你们最美的歌声献给上帝，那个就是最美的祭品呐、最后，我们在同属灵的圣葬音乐之中做什么？见证上帝的伟大。所有的圣乐里面，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耶稣的感谢，没有对我们的祈求，对神的祈求，那个都是表演而已啊，那个都是流行音乐。我们要的是什么？真正从我们心里面，那个圣乐让我们可以从听众啊，听那个唱歌就好听，让我们自己也开口唱。所以我们最后的回应诗，我们会开口一起唱。最好你们唱四部，我们一起来看圣诗的美。圣诗其实很美，当然我讲2009版，其实有些，我只讲的是1960年那个旧版本的诗，真的是很美。所以我们相信的第二首，你们刚才有唱，有没有？《奔跑天路》这首歌里面就是那个 Cindy Berry 所做的。Cindy Berry 所做，他一辈子做了很多的诗，他做的诗里面有很多，甚至为儿童所做的诗，他的每一首歌都是用圣经为他的标准，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圣经曲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从希伯来书第12章1到2节。所以关系我没有全部念，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说怎么我都没有罪？我没有罪啊！在座没有罪的，请举举手。所以他们都在想说，那个罪人都集中在礼拜堂啊，所有的罪都集中在礼拜堂。我承认我有罪啊，那些好人都在外面。问题是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啊，就比较像义人而已。因信称义的称是类似像义人，而不是我因信我就是义人，那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啊，一次得救就胡作非为啊。所以相对的，这首歌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圣为是天父所赐我们最好的礼物啊，一些敬拜神最好的方法。你说我不晓得怎么敬拜上帝，我不晓得怎么灵修，哎，你打开一首声乐来唱，越唱一次两次，就像我唱4次的弥赛亚，那不止了。我是说大1到大4我都唱弥赛亚，感受最深到大4。唱完之后，那个学姐当出去就业了，我跟学姐2个去喝咖啡，2个咖啡喝不下，2个几乎坐在掉眼泪。唱弥赛亚唱完没有兴奋感，是掉眼泪，亏欠上帝。Hallelujah Cross 唱得好高兴，对不对？可是等唱完，心静下来，你会发觉到你真的是亏欠上帝。就像金希文老师，师大的教授金希文老师所说的，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小我4岁。那奔跑天路，生命如歌。生命是天路跟我们一起所谱写的歌曲，你这辈子的生命要怎么样，就在你的手上。上帝给你有分别善恶的智慧，可是有自由选择权呢。那么是高啊，4人对主人，你们自己本身有选择权，但是你要选择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你这辈子会痛苦，会挣扎，你这辈子里面承受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苦难中的恩典。上帝给你的苦难，那是一个恩典。
在患难之中，你怎么去寻找你的恩典？我们如果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一定会灰心嘛。在座一辈子都风平浪顺，都没有遭受任何困难的，请举手给我看。不好意思啊，今天不必耽误时间手，我问的都是你们举不了手的。谁没有遇到困难？恩友教会的李志农牧师说：“你们说不生小孩，他说生小孩以后变成残累，所以啊，他跟那个李劝美牧师两个人就专门在为恩友教会，在为上帝的事工工作，连小孩都不敢生。还有一个人不敢结婚的，叫做保罗。但是我们不必学哈，我有结婚了，还有我有小孩。但是相对的，你是用上帝的心，你永远要定情在耶稣，注目伫耶稣啦。”注目伫耶稣，不是你家己的心揪啦。你看我去唱弥赛亚呢，那个弥赛亚那个我都会背，但又怎么样？你会背又怎么样？你会不会从真心唱？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奔跑天路是生命如歌，请你记住哦，生命如歌。你们唱歌是用生命在唱，你们唱歌是用生命在唱。所以我们在第3首的时候，等一下你们要唱是“请来进入我心，主耶稣”，请来进入我的心，主耶稣。这首歌是那 Ambrose 所做，伊实际上做足侪歌，其实吼，咱教会足 A 啦吼，伊是一个 pipe organ 吼 ，pipe organ， 就迄个管风琴的迄个作曲家。咱有管风琴，今仔个大呢。我本来是讲拍算讲，我加个一个电子琴来大看卖，那不能听啦，不一样。管风琴出来的声音，若再配这首歌，可是歌词里面，我非常非常让我感动是什么？主慈声呼唤我，你来艰苦，主甲你讲，倒来啦，你若倒来啦，既然我陪同大个人来求问我要互恁得到安乐，你倒来啦，你回来啦，回家吧，孩子。上个礼拜上来这里讲到，很多人说受到很大的启示，因为特别讲大儿子浪子回头。世界上大家公认最佳的短篇小说，他特别讲那些大儿子，大儿子很像我们呢。我到礼拜日拢去做礼拜去签到，上帝我来签到了，那就是大儿子。跟他注重那个仪式，注重那相对的，会觉得累呀。为什么上帝有浪子回头就是累呀？累的时候，上帝会说慈声呼唤我说回来啊！主耶稣怎么讲？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你进大拢大啥？大土角厝，土角厝听好不好？土做的啦。以后你在天上会住什么？住地堡。耶稣帮你们在天上预备地堡，所以基督徒，时间到，我们要爱惜我们的生命哦。可是时间到，我们还是感谢上帝，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最美的。有没有印象？在座的应该差不多40岁吧？有去的，最起码收听落去嘛，对吧？你们2018年10月18号，那时候我来台北之后，7堵，我一直觉得很惭愧，7堵还没盖完，还最后一层，所以我又去7堵，从盖第1层，那中间有断掉，最后1层。又去那边，我叫去到献堂，再来开始片幕，再来开始监选，再来牧师就任，再60周年纪念，我到基督教会60周年纪念牧师就任了，我才离开。所以讲，恁来时阵，迄阵我跟基督教会，我就照一张相，其中有一个那时候还比较年轻，所以你们看到我一定认不出来，老啊，哈哈，有会看清。但是还有一个人，比现在比。这个相片更年轻的，迄上面你家去看哈。这阵个比以前个年轻，得表示讲音乐有滋润他的心呐，让他觉得很快乐。那为什么特别提他呢？那其实有一件事情，可能多多少少中原教的会有我多少透露过。其实民国100年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我活不过5年。我活不过5年，然后我爸爸跟我讲，有啥物遗憾？30岁医生就甲我讲，我救袂活啊，还传道40年，无名的传道者。
啊，你都发现雨势到当时上帝就调你去，你就去啊，安尼尔。100年应该105年，你们看不到我，现在已经要114年，又经过10年了，所以我每天都准备好。可是，其实这段时间，你看，为什么这么苍老呢？以前同学遇到我都讲说，哎，蔡崇义啊，你拢无变。今嘛若等到我，拢甲讲，哎呦，蔡崇义这样老遮济，怎么老那么多？所以你们看到我老是正常的哈。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我受了非常大的折磨，我现在在这里不是发牢骚，我受了非常大的折磨。那我晚上睡觉，灵修完一定要听圣乐才睡得着。有一天先听到好消息，我在听好消息的时候，看到台北圣堂唱台语，伊赐我平安唱台语，我突然愣住了，所以我就去点台北圣乐团进去。有20周年在福冠教会，我不晓得几个参加。福冠教会，他赐我平安。这是在好消息里面的台语，那个歌词，我有看原文。整个歌词几乎就在讲你嘛，几乎就是你的写照嘛。生命有时难以承担，心灵也有时候渐去暗淡，有时候你根本连唱都不想唱。我现在是想唱也唱不了了。可相对的，你当细心软弱，说我这么服侍你呀、主啊，天父啊，你在哪里呀？你不是应许要永远与我同在吗？你永远叫我上到教会吗？你看那个沙滩的脚印，证明他所做的，告诉你什么？耶稣背着你走啊。可是啊，内心的深处听到你慈声说，对我说：“孩子，我在此。”音乐转调。可是每次听到这里，我大概就把它按住，眼泪不禁的就掉下来。表面你很风光，我连确诊都可以登上报纸4次。前天我去参加国宴，才发现到说，整个监察受邀的才3个人。但相对的，这段时间我受了多大的痛苦！我在这里不是在这个讲台埋怨，我只是告诉你，我也有痛苦，也有到自己无法忍受，甚至我太太整个身体垮掉。这几年身体几乎垮掉。如果不是上帝那个慈声的安慰，孩子，我在此，孩子，我在此，让音乐转过来平安。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请你们讲平安的时候，以后记住啊，不是讲假爸爸啊，请我修哦。平安真的是祝福，对自己的祝福，对别人的祝福，心灵的安慰。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第1句话是什么？稳定平安，平安呐、啊！所以去到最后，哦，你们那个李老师处理的，我觉得很美，因为我听了好多版本，处理的好美。最后的平安是全部都静下来，然后1句话出来了，平安。慢慢的，你等到那个平安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这些劳苦重担，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讲的没有？人子无看头的所在呢，互你有受杯照，互杯照有受，互你有空啊。人子无看头的所在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慈悲的爱着我们。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要唱的回应诗，就是施百福。我为什么特别选这首？他是个律师，但是也是一个布道家。我是个法官，33年，现在是监察院监察委员，最起码是准法官。那么我不是布道家，我是在这边凑合。对不起啊，上帝。但相对的，我一直觉得用我的生命，我爸爸一样，44年来，
他用他的生命在服侍教会。他在古林被赶了4次，等到那个牧师来了，都没人大家回去都个拜托一堆，他用4次到古林教会，40当个团队。他要走之前跟我讲，那时候我本来想60岁退下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待遇，当法官只要60岁，超过30年，你可以领全薪，1个月18万。那我就去念神学院，我根本不要。我们有5个人去念神学院的，现在都当牧师啊。可是我爸爸说不要，你好好的去帮助弱小教会，大教会一定会叫你，没有错。所有的大教会一定看到你来，一定先来请你。可是你到小教会，不要像爸爸一样，因为我爸爸比较没有社会地位，所以会被赶走。他们不敢赶我，只是在心理上可能碎碎念而已。但相对的，我脸皮比较厚，只要我能够服侍，对不起上帝，我就是愿意服侍你。他整个芝加哥的大火都烧光，他跟穆迪2个是 partner， 他们2个在布道。穆迪他们芝加哥大火烧完，穆迪讲说哇都没啦，那我去英国布道。那个司白跟他讲，好，我跟你一起去。他的独子死掉，剩下4个女儿哦。他跟太太讲说我刚好有事，你们先去。结果那艘法国船被英国的一个铁壳轮撞到，沉没。他太太获救，发给他一封信，他只写什么 ？Step alone， 只有我一个人生存。你想想看，女儿是爸爸的情人呢。在座结婚没有女儿的，不必举手了哈。你人生缺一半。我还好有儿子跟女儿，叫做一个好。你看，这是爸爸的情人，4个女儿，我们想他一定是恨上帝，恨死了上帝。上帝，我对你这么好，我要去英国布道，你给我这种待遇，你在搞什么鬼啊？没有，他做了4节的歌词，他讲的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得安宁。这我找了老半天哦，我们长老会有出版一本叫做《圣经史言考试救圣诗》的。我们这首歌在救圣诗347首，新圣诗613首。他讲作词作曲者同样一个人，可是我看起来歌词好像用意境一样而已呢。我们是有3节，那应该是4节，有提到魔鬼，有提到主再来。但是之后我仔细唱，每一次唱，我是初一开始参加圣歌队的。所以我发觉到，咱做这首，这阵我问秀文嘛，讲伊唔知。我你等一下，如果李老师知道也告诉我一下，是谁做的台语呀？有时咱经过美丽清真好见，4部唱出来。第一次我在破竹教会唱4部哦。我大哥也是很老的贝斯哦，他当牧师已经退休了。虽然是初中而已，头脑就一直讲，这一辈子遇到什么困难。我小时候是脑儿麻痹，大家都认为没救啊。上帝留我的生命，我心灵得安静。在痛苦中，4个小孩死掉，我心灵得安静。他的后代有3大男高音来唱这首歌，所以等一下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请各位用力唱，用心唱，能够唱4部的，让上帝知道说，最起码今天台北圣乐团来，我们也可以唱4部。那是对神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尊敬，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慰，心被恩感，歌颂上帝。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圣乐合唱团来带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因为你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上帝，你的话语侵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为用心灵甲诚实，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你悦纳。感谢我们在你面前所有一切侍奉，
哈利路亚，荣光归伫上帝。主，恳求你也怜悯阮的软者，阮的软弱，安尼祈祷，用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上赞，咱要请圣乐团用今仔第3首甲第4首，请来进入我心主耶稣，荣耀归至高主上帝。
是咱要来唱回应诗。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请咱起立。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树木真青翠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摇滚老目屎，咱经过大风雨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我靠走。免烦恼，心平安。有时咱拄着危困向雨对敌，保卫咱是美的国家。有时咱拄着大试炼，真艰苦，直到咱信心安，我无路。免烦恼，心平安，我可走。免烦恼，心平安。拄着这世间万民变化的事，地上也要是真叫你心肝真不安，大惊也无坎坷，自所行的行你免烦恼。免烦恼，心平安，我可走。免烦恼，心平安。请坐，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报告，咱要请张弟兄来甲咱报告。组长了，以及列位中兴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带领，让我们台北圣乐推广协会的台北圣乐团今天可以第一次来到中兴长老教会，也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让我们可以今天不管是透过献诗，不管是透过讲道，我们都一再的用这些诗章、颂词、灵歌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台北圣乐推广协会从2005年开始到今天，用圣乐来服侍众教会，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我们的整个服侍的主轴，就像各位在荧幕上面所看到的，分为诗歌的布道，还有资源共享的2个部分。在诗歌布道方面，就是像今天台北圣乐团来到各个教会参与献诗，来服侍众弟兄姐妹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诗歌的布道。那我们在这20年当中，其实已经走遍全台湾各地，甚至海内外的200多间教会来做服侍。那各位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去年20周年的一些纪念的布道会的一些剪影。那除了固定到各个教会服侍之外，我们也会在每一年都举办年度的布道音乐会。那这几年都是跟湖光全人基金会来合作，我们在中正纪念堂、在湖光教会都有做这样一个跨年的音乐布道会的服事。那我们的事工呢，其实非常的单纯，在这20多年里面，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供应，让我们能够有够用的恩典，可以持续推展这样子圣乐的事工，让我们可以到每个教会不盈利、不募款，也不贩卖自己商品的状况之下，我们还能够支持我们的事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到每间教会去，我们是定义不会造成各位教会的负担。那另外我们在服事的精神上面，我们有2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要推广的是，我们也最注重的是，我们对于上帝要存一颗敬畏的心。那这个就表现在我们对于时间的遵守，还有对纪律的遵守方面。所以就像刚才蔡长老提到的，我们是不会约8点40分来教会练唱，我们不会8点40分才到，甚至我们绝大多数的团员都是在提早20分钟以前，其实就已经到达会场，来预备心，来朝见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的 slogan 就像上面讲到的，准时就是迟到，所以我们从来不准时，我们一定提早到。好，那再来呢，我们想要推广的其实是一个全教会一起的服事。所以在台北圣乐团的服事里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我们除了2位老师之外，他们是音乐方面的专业。其实我们的团员没有一位是音乐方面的专业的团员。所以我们都是素人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也把握圣经的原则，上帝看我们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貌。所以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上帝愿意照我们所有的来使用我们。所以也欢迎各位这边离永康街我们练唱的地点很近在没有影响到你教会服事的原则之下，也欢迎你在每个礼拜6的下午2点到5点，
也能够来加入我们的练唱，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用诗歌来敬拜上帝。那如果没有办法过来也没有关系，你也是一样可以一起参与在我们圣乐推广的事工里面。你可以扫描我等下留在这边的 PowerPoint 的这个 QR code， 或者是你可以上 YouTube 的频道，很容易就可以搜寻到台北圣乐团的这个频道上面。我们有将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曲目，适合教会崇拜使用的曲目，我们都把它放在网络上面，那供大家作为灵修使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能够把它当成传福音的工具，能够让上帝的话透过音乐来传遍到世界各个角落。那这里你也有看到说，我们有设置了一些播放清单，有各样属灵修主题的分类，适合你平常来灵修使用。那再来就要提到说，圣乐推广协会的另外一个部分的这个事工，就是我们长期在做资源的推广。我们透过圣乐的翻译，那也承继了许多郑景荣牧师他所留下来的这些属灵的资产，我们透过每一年把它编辑成经典赞美诗集。那我们是用无偿提供在全台湾各地举办圣乐的研习会的方式，我们在推广给各教会使用。这个好处不是只归于我们，我们希望众教会的肢体都能够因为这些音乐来得到实际的帮助。那也很感谢中心长老教会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在服事推动的许多的好伙伴。在我们许多这一些场次的服事里面，这些研习会里面，也都可以看到中心教会你们也招聚了你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也一同来做学习。那这边也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在2026年其实所有的行程所有的研习会也已经时间地点都已经确定了。那预计要赠送给大家的，要推广给大家的曲目，都在这2本手上的这2本里面。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从今年开始也有一个圣诞合唱研习会的活动，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到这个研习会场，我们一起学习圣诞歌曲。那或许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全教会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起用这些歌曲来敬拜主。那最后也是希望真的是如同我们刚才所唱的歌一样让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里面继续努力向前奔跑，那为主得人。谢谢大家。多谢张兄弟的报告。这是咱来吟上营402首，吟诗线，咱请蔡长老来祝祷。困叫主人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大过保护，假使我言行忝你是正。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点，才会找因带是袂老。这是我人生偏千万。就我们仍然站着，愿主耶稣的恩典、你慈爱一生一世，永远跟你们同在。我最后所祈祷，阮顶上帝听通圣神的相通，甲你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所。阿门。请坐，这是我简单来报告。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咱下日有事奉的同工，请咱来准备心。我简单来报告几样消息。第一就是咱礼拜了后，有缘有这个小组分享。
第二就是咱聚会煞，咱有要召开定期中集会吼，请中集劳部。过来就是咱金心综合金吼，请咱伫10月19以前吼，交予即个主理路校长来申请。吼，过来我来讲伫咱即个今仔日吼，迄个台北圣乐团来甲咱带咱来敬拜吼。本来有第一点就是讲，我发现讲人足济吼，结果歌声特别好，吼，这足特殊的，咱可能真罕有同时遮济人做礼拜吼。搁第二吼，就是想讲47个人吼，是毋是即个歌声会当甲厝尾顶压去吼？因为咱空间毋是介大，结果特别和谐啦吼。我相信上帝接纳咱所念的一切的这诗歌吼，祝福咱每一个。咱即时咱若请圣乐团吼，佮起来，咱特别吼感谢因今仔带领咱的礼拜，请咱起立啦。谢谢，多谢。即时咱要来迄个电乐电乐煞，咱要来迄个行平安礼。咱来行平安礼。难得我们圣乐团来吼，我们的所有会友是不是能够请圣乐团的同工吼先不要离开哈？我们是不是我们教会所有的那个会友，我们跟圣乐团一起来合照好不好？那我们的那个同工的话，可以尽量就是到圣乐，他们不要动，他们不要动，对。那我们教会的会友吼，我们到圣乐团的旁边吼，我们可以找一个圣乐团的我们的朋友，他就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以后的很欢迎的到中心教会来。那我们可以到他们旁边来，我们一起来跟他们一起合照，好不好？那个宗教会友没关系，我们就插到他们旁边过来，好，我们站到旁边过来，嘿。那个世军。